课季将要来到，每届考生拢会前往台南府城隍庙来参拜考公师甲啲学证书，祈求考运会用得顺利。因此，台湾府城隍庙嘛特别举办求学、迎考、步步高升的巡礼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3档，唔定参与的人数哪来哪济。今年已经有国小的学生前来体验。今年原来有中山国中小朋友搁有这个成大甲南商的外籍生今年特别搁有这个县立国小学生第一次来加入咱这道这个求学步步高升的活动这个活动原有就是较早阮就想庙后带一个清代考棚遗址来办理这个求学迎考步步高升活动来，互伊穿清代的服装来设这个清代考棚来做一个记录受到咱府城隍威灵公考公司甲学生师的庇佑之下会当这学生囡仔会当考出功名会当金榜题名。我们学政司他是负责什么嘛？学政司他是负责教育还有我们的那个行政考试的工作。那我们的考公司呢，它是负责考绩跟升迁，那就是代表着说我们在学业上的努力将会被看见，也有机会可以有升等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城隍爷的保佑。那我们很感谢庙方办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来跟我们学子来做一个互动。庙方依照鼓励，将府城隍庙威灵公主书的考运、甲个人事的学证书、甲个考公的书页，刷到庙前来坐镇，带领着穿着古早书生服装的考生来参拜。现场还阁准备700人份的米糕钿，放伫个六角形的钿塔内面，象征历历代孙。祭拜过后，嘛当场来开钿，将祝福分享予参加巡礼祈愿的考生，甲着现场的来宾。场面热烈。来，我们第1层、第2层、第3层，来都打开来了哇，由我们的负责人来甲大家来进行，来教大家安怎开钿伫个仪式过后，庙方嘛一一为每一位师生来准备古早的竹笼啊，竹笼有分大小。大的120公分，由着外籍生来拍；小90公分，由着各中小学生来拍。实际来体验古早书生上京赴考的辛苦。对传统的话，有的不同的见解这样子。那对于今年的，因为马上要考试了，有没有一些期许？希望大家步步高升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希望会考可以上一间好的学校。我觉得很特别，应该在印度我们没有这样的活动，所以我很开心来这边，谢谢。现场的仪式结合古早的乐器以及现代舞蹈团艺术的表演，有文嘛有武，加上庙后还有清朝的考棚遗构，具有台湾的历史意义。今年的巡礼除了2到32天，另外伫个4月5号、6号，还有4场，欢迎民众踊跃来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